大家揾38地產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冠榮大廈一個236尺兩房嘅單位。冠榮大廈位於元州街353至357號，喺1980年落成。樓底高大概8尺，個廳大概係12尺乘以7尺。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個廳。窗外景觀，呢間房大概係7尺乘以7尺。咁喺呢個位置呢，剛好放得落一張4尺嘅床。咁個單位有兩邊窗嘅。窗外景觀，另外一間房大概都係7尺乘以7尺。咁同樣呢個位置都可以放到落一張4尺嘅床。窗外景觀，洗手間，最後就係廚房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